2026年5月7號星期四，英格蘭嘅地方選舉以及蘇格蘭及威爾斯國會選舉嘅點票就已經七七八八。呢個選舉亦都係現任工黨政府曾經希望推遲甚至取消嘅選舉。一如所料，英國改革黨以橫掃嘅姿態喺呢個地區選舉就大勝，就好等於2019年某個地方區議會大勝一樣，人民已經發聲。當然，同嗰個地方唔一樣嘅係，英國嘅民主制度唔會有另外一啲力量係去推翻呢個選舉嘅結果。英國嘅呢個地方選舉有時會同美國嘅國會選舉，亦都叫做中期選舉，有時會相提並論。佢係現屆政府嘅成績表，喺你執政1-2年之後，人民對你嘅信心或者話人民對你嘅期望到底有冇達到？今次嘅英格蘭地方選舉，其實人民已經發聲，工黨係完全失敗得一敗塗地。今日嘅首相進行選舉訪問嘅時候，亦都堅持佢唔會辭職。但係其實施紀賢嘅首相生涯已經進入倒數階段，已經唔到佢話事。英國所有主流媒體亦都已經講緊施紀賢嘅落台只係時間問題，佢根本冇能力扭轉而家工黨一敗塗地嘅呢個局面。按照呢個選舉結果進行推測，下次英國大選，法拉奇領導嘅英國獨立黨會唔會上台執政成為首相？陣間會講。喺威爾斯嘅國會選舉嘅點票已經全部結束，咁威爾斯黨成為最大黨，但係爭5席先至能夠過半數獨立執政。英國改革黨就正式成為第2大黨，無論點都好，佢喺威爾斯嘅力量已經係不可以低估，成為威爾斯國會裏邊嘅反對黨。拍片嘅時候，蘇格蘭國會仲爭7席先至全部點票完畢，但係可以肯定嘅係，自從07年就上台執政嘅蘇格蘭民族黨 SNP 首次唔能夠單獨執政。一般相信佢會同呢個蘇格蘭嘅綠黨聯合執政。咁呢個改革黨暫時取得15席嘅席位下，蘇格蘭嘅國會係129席，佢將會係第3或者第4大黨。Sky News 就用今次地方選舉嘅 data 就預測下次英國大選嘅結果。法拉奇領導嘅改革黨會以284席成為英國嘅最大黨，但係會爭42席先至能夠過半數單獨上台執政。但係第2位嘅工黨只有110席。呢個原始國會就會有2個可能性，第一就係英國改革黨以外嘅其他政黨全部組合嚟成為聯合政府，加埋有380席，但係呢個可能性係微乎其微。比較大嘅可能性就係改革黨會同保守黨組合聯合政府，加埋會有366席。換言之，呢位反移民反到出面、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嘅法拉奇，非常有可能成為英國嘅下一任首相。講完之後仲有少少嘢想講，就係我見到今次有3位用 BNO 移民嘅香港人居然係加入咗呢個改革黨係進行呢個地方選舉。咁用移民嘅身份嚟到去加入呢個反移民嘅政黨，其實都見到原來好多人為咗自己嘅利益係乜都做得出嚟嘅。咁相信過去幾年香港人都見得唔少。咁今次呢個選舉就係令到英國嘅政治版圖由1922年開始呢個2大黨 two-party system 完全改變過嚟，傳統2大政黨都係輸得一敗塗地。除咗改革黨大勝之外，其實綠黨嘅成長並冇預期咁高。咁唔知好定唔好啦。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我哋就下期再傾過。